好，咱继续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大家拢有责任。有一个姓杨的查某人伫高雄人民社社团铺文，讲伊开15万，找一个姓房的查甫斗3工，为武汉偷渡转来到台湾。伊还阁有伊赖 ID， 消息一传出来，一寡民众大家拢足紧张。高雄市卫生局嘛赶紧报警察，进一步来调查。事后，这个姓房的查甫讲和对方根本就无熟悉，伊嘛讲要提告，即嘛电信警察等咧调查。一个姓洪的查某朋友伫高雄人民社社团抛偷渡的文章出来，讲家己开15万为武汉偷渡倒来台湾，互民众拢真惊吓。阮遮从来拢毋捌，我一遮做30几年，我拢毋捌有这个代志发生。15万哪有可能会当偷渡过来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应该爱发的，这是黑白报啊，报这无确实的代志，黑白扰乱大家的心肝。消息传出来，伫江边做工课的民众真生气，讲哪有可能？毋过姓洪的查某网友伫网络顶会讲，家己半年前去武汉食头路，结果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封城，无法度转来，尾也靠一个姓房的查甫人斗3共偷渡，开15万才总算转来台湾。佮讲家己嘛惊着啊，绝对袂阁去武汉食头路啊！上尾佮付姓房的查甫人的赖 ID， 叫伊佮伫武汉的台商找伊斗3工，遮尔含的代志，互高雄的卫生局气甲讲一定要查。如果是真的话，他违反了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43条有关虚伪规避妨碍，那还有偷渡等等的这些法则，那这个问题比较大。那如果是假的话，至少有散布不实谣言，依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大概可以处以50万以下的罚款。毋那卫生局要找人，咱的 ID 互人抛出来的姓房的查甫人嘛发冤枉，讲伊根本就无熟悉对方，要去法院甲告。啊，电信警察嘛透过人面册资料去查某人讲伊上班的科技公司去查，结果却找无这个员工，互警方怀疑这真有可能是用假名来诈骗的。目前已经发函互人面册公司调看发文的人的身份，要甲代志查核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